丁镐传说。有一个美丽的岛屿，伊的名号做福尔摩沙，嘛叫做台湾。伫迄个还未有电火的年代，岛屿的人若是要烧光，就要用油灯才会使得。因用竹仔做一个架仔，甲一块细块盘仔放伫架仔顶面，盘仔内底倒一寡土豆油，佮甲灯芯放入去盘仔内底，安尼灯芯佮甲点起来，就会使甲黑暗的暗暝照互光。竹仔做的灯架仔，伊的外形就亲像一只猴龟咧。岛里的人相信，逐项物件拢是神灵的化身，像这油灯就是猴仔仙的化身，所摆因就甲号做灯猴。灯猴互人真大的帮赞，便若有伊，就准讲是半暝，嘛会使看甲明明明。伫一个年底将近要过节的时阵，岛民为着要感谢神明，甲众人照顾，拢无用得穿青草的，准备要来拜神。灯猴是守护厝年的神明，互人公明，不离个岛民却一直无甲拜。灯猴就安尼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拢等无人。灯猴失望甲感觉大家干那要拜其他的神明，煞甲家己放袂记啊！灯猴足切心的，伊认为台湾岛民忘恩背义，所摆伊就甲满腹的苦情投互玉皇大帝听。玉皇大帝听灯猴讲了后，嘛感觉台湾的岛民唔知影通感恩，就决定要互台湾岛民淡薄仔假时。互台湾岛做大水，一直到台湾岛沉落海去。玉皇大帝做决定的时阵，土地公伯啊，拄好就伫边啊。伊了解讲台湾岛民单纯佮善良，因知影食果子就爱拜树头，毋是像灯猴讲的安尼，一定是倒去灯塔。土地公伯啊，就把这个消息放送给其他的神明知，佮和善良的观世音菩萨斗阵苦劝玉皇大帝，想要阻止这件代志发生。毋过，要是无法度改变玉皇大帝的心思，伊犹原想要替灯猴主持公道。所摆土地公伯啊，就甲29暝迄天会落大雨的信息，偷偷啊讲互四上去土地公庙的岛民知影，佮交代因千万着爱细意，毋望大家拢会使平安度过这道的灾难。岛民赶紧把这件代志放送出去，勇敢的台湾岛民决定斗阵面对特别发生的代志，就准讲是落大雨，因嘛毋惊。上要紧的是大家团结，总是有材料通处理。大家讨论的结果讲，29暝迄天，所有的岛民拢来穿因家己上水的衫裤，穿上澎湃的食物，佮通知平常时无带做伙的亲人，迄天拢得赶回来。大家做伙好好啊团圆食饭，好好啊享受伫人世间上尾一暝。时段佮甲家己平素时欠落来钱，放伫红色的袋啊，毋望在下过啊了后，大家拢平安，会当留互囝儿世世通用。全岛的人继续无用穿好了的拜神明祖先，当然嘛包括拜灯猴，感谢灯猴，互众人公明。这个时阵，灯猴才发现家己误会台湾岛民啊！原来因干那是想无用，暂时无甲拜尔。灯猴的心内感觉足后悔，就赶紧走去甲玉皇大帝禀报家己母毋对去啊！29暝迄天
雷公死若直直来，风雨嘛真大，岛民决定规暝拢毋困，互相保护，嘛珍惜大家会当做伙的日子。看天气遐歹，大家心内拢有无好的暗示。要记个天拄拍浮光的时阵，外口本地乌麻麻，雪熊熊变好天，无风嘛无雨，佮出大日头，大家欢喜甲，赶紧去甲亲戚朋友厝边头尾报平安。四界拢闹热滚滚，炮仔声响连天，众人互相讲恭喜，恭喜大家拢平安无代志。过长工，结婚的女性嘛转去后头厝，看时代有平安无？无用2工啊，第3工大家就好好啊甲歇困，第4工就准备迎接新明转来。感谢新明甲大家保庇。第5工，骨力的台湾岛民佫开始拍拼做工课啊。尾啊，岛民走去土地公庙，问土地公伯啊，迄雨是安怎停的？又佫出日头呢？土地公伯啊讲，是因为玉皇大帝看到台湾岛民遐尔团结，佫真心感谢神明甲因保庇。玉皇大帝就知影是家己误解台湾岛民啊。众神明议论了后，决定要搁一直甲台湾岛民保护。就安尼，便到29暝迄天，台湾岛民拢会转去和亲人团圆，欢欢喜喜做伙食饭过年。当然，大家嘛拢会记得感谢互众人公平的顶交。亲爱的朋友，恁兜敢有和顶交同款，一直拢点点啊甲咱看顾？咱煞有时阵无细意会甲放袂记的人，爱会记得定定甲咱所爱的人，表示咱对因的感激哦。